Hello，又同大家傾下偈先。有啲客人會問嘅，喺 Manchester 入邊咧，其實傳統嘅金融圈、商業圈係喺邊度嚟㗎？咁其實原來咧喺 Manchester 入邊咧，呢笪地方就叫做 Spinningfield。咁其實 Spinningfield 咧就有個外號嘅喎，就叫做北部嘅 Canary Wharf。咁即係金絲雀碼頭啦。我相信大家對於倫敦嘅金絲雀碼頭咧，都一定係唔陌生喎，係咪？曾經都相當之輝煌啦，係嘛？好啦，咁其實喺 Spinningfield 入邊咧，係有超過2萬個專業嘅人士喺度工作，亦都有超過165間大行喺入邊，包括咗 PwC 啦。NatWest 啦，好多大行入邊嘅，咁所以咧，如果你係 looking for 一啲 investment，就係喺 Manchester 嘅話咧，而你嘅投資嘅項目咧，距離呢啲地方咧係10至到20分鐘入邊咧，就係一個相當之理想嘅距離嚟嘅喎。好啦，咁大家如果想知多啲有關於喺 Manchester 一啲嘅投資嘅機遇嘅話咧，不妨同我哋嘅專業嘅團隊去聯絡。咁好啦，下次再有啲咩新嘅資料再 update 大家，下次見，拜拜。